今天早上我讀到以賽亞書第46章10到11節嘅時候，我就好自然諗起詩篇33篇10到11節。嗱，弟兄姊妹，你同我做咗基督徒，究竟你要做啲乜嘢呢？啊，你嘅生命要成就乜嘢呢？你嘅思念、你嘅籌算啊，你嘅人生為什麼而活呢？嗱，所以我哋睇到以賽亞先知啊，話俾我哋聽，耶和華嘅籌算從起初到末後，同古時到未成嘅事，從呢一個嘅佢所喜悅嘅，一定可以做到。咁今日我哋就必須要做神嘅籌算嘅事啦。嗱，所以我再簡單講講咧，詩篇咧33篇第10節嘅時候。你知唔知整個世界所做嘅事，全部有一日咧都會歸於無有？所以你諗下啦，整個世界234個國家同地區，有邊個國家話信靠神、認識神嘅啦？有邊個君王、總統、領袖話係自己係基督徒嘅啦？如果唔係嘅時候，佢哋所做嘅嘢，有冇永恆嘅果效呢？聽得明白嗎，弟兄姊妹？整個世界83億、84億嘅人呢，有幾多個係真正嘅基督徒，明白神嘅籌算，知道神嘅思念呢？好啦，如果你睇翻以賽亞書第46章第11節，神話召鷙鳥從東方來，召那成就我籌算的人從遠方來。而家你同我算唔算遠方啊？神嘅國度喺以色列，神嘅聖城喺以色列，喺耶路撒冷。我哋身在美國，身在中國，身在其他地方吓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算唔算遠方啊？當然啦，神希望召我哋從遠方來嘅弟兄姊妹成就神嘅籌算。嗱，我讀多兩句嘅籌算俾你知道吓。如果我哋真係要做神嘅籌算工作咧，喺詩篇20篇第4節咁講，佢話將你心所願嘅賜給你，成就你一切籌算啊！如果我哋嘅籌算係神嘅籌算，神就話將我哋心所願嘅賜俾我哋，成就你的一切籌算。